想揾大陸平價團隊落嚟香港搞裝修，我送你5個字：貼錢買難受。以為內地低價裝修精英落嚟係執到寶，我話你知呢啲叫盲人摸象，累人累物，冇合規冇技術嘅低價搶單，根本係攞你間屋嚟做恐怖實驗。內地團隊落嚟香港搞裝修，價錢係平啊，但係手工一塌糊塗，仲有機會涉嫌犯法，直頭係越境製造地盤災難。同一時間，內地嘅設計師同埋家私廠正抱住摸住石頭過河嘅心態，用極低嘅價錢殺入香港市場試水溫。冇錯，佢哋好努力，但係佢哋根本唔了解香港嘅嚴格法規同實際情況，用低價強行做生意，最後往往搞到客戶屋企一塌糊塗。內地家私廠同設計師收得個客咁平，肯定唔會蝕本俾業主，結果只能貨不對辦。佢哋身處國內，唔通日日落嚟幫你睇地盤？呢種盲目犯法開頭嘅搶單，表面上好快賺到錢，但最後只會打壞自己品牌，變成佢哋一世嘅黑歷史同黑材料，甚至有可能要負上刑事責任。正所謂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。面對兩地情況，政府部門例如入境處同海關，雖然好大努力去破舊立新，圍堵黑工，但係講真，排山倒海咁衝過嚟，法網難得幾多，所以有啲事等唔到，我哋唔好同個市場鬥，要順應物極必反嘅市場規律，良禽擇木而棲。由今日開始，唔好再怨天尤人。香港市民要揾一間理念清晰、唔賺到盡、以客戶利益最大化嘅優秀香港品牌合作。我哋要做嘅係每日做多一步，做到品牌化同差異化，先可以喺呢個惡劣環境生存，成為打不死嘅品牌。我哋絕對歡迎內地人才，但唔係以違法惡性低價競爭嘅方式想做好件事。最好嘅方法係喺香港揾合法嘅本土伙伴合作。最後我諗對一眾手拎住數據粉飾櫥窗自欺欺人嘅政府官員講，股票市場開咗幾多間公司嘅數字，全部都係高高在上，背後香港市民嘅民不聊生，裝修界嘅民怨已經去到極點。大家讀咁多書，爬到咁高，難道只係為咗保住個職位同人工？可唔可以為底層市民做多啲實事？山不轉人自轉，海闊天空。如果條路真係行唔通，裝修同業唯有選擇轉型或者轉行。但喺此之前，請大家一齊揾返真正嘅香港精神。